娛樂圈向來係個充滿故事同傳奇嘅地方，老友聚會更加係屢見不鮮。而老牌藝人嘅飯局，往往就好似一部部生動嘅港圈編年史，藏住半個港圈嘅回憶。近日，一則消息就好似一顆石仔投入平靜嘅湖面，喺娛樂圈激起層層漣漪。85歲老牌金牌司儀何守信久違咁現身香港，接連多場老友聚餐嘅畫面喺網絡上流轉開嚟，引發咗全網嘅熱議。繼同陳淑蘭等舊同事溫馨相聚之後，最新一組堪稱豪華嘅飯局合照流出，嗰陣容簡直直接拉滿，雲集咗各大影視公司高層同圈中老牌大佬，其中嘅睇頭多到不得了，令人忍不住一探究竟。本次呢場重磅飯局，堪稱係一場影視圈嘅頂級盛宴，大駕雲集，個個都喺影視圈有住舉足輕重地位嘅重量級人物。McGraw-Hill 行政總裁金廣成喺影視行業嘅戰略佈局同資源整合方面有住卓越嘅才能，佢所在嘅公司喺影視製作、藝人經紀等多個領域都有住出色嘅表現，為香港影視產業嘅發展注入咗新嘅活力。星夢娛樂集團總裁何麗全夫婦都現身飯局。何麗全喺娛樂界深耕多年，憑住敏銳嘅市場洞察力同出色嘅領導能力，帶領星夢娛樂打造出咗好多膾炙人口嘅音樂作品同優秀嘅藝人，喺音樂產業領域有住極高嘅聲譽。商台行政總裁陳靜嫻喺廣播界有住深厚嘅底蘊同廣泛嘅人脈，佢所掌舵嘅商台一直係香港廣播領域嘅重要力量，影響住無數聽眾嘅日常生活。前英皇娛樂及華星唱片高層吳宇喺娛樂圈嘅資歷極深，佢見證咗香港娛樂圈嘅起起落落，喺藝人培養、音樂製作等方面都有住豐富嘅經驗同獨到嘅見解，曾經為香港娛樂圈培養出咗好多知名藝人。TVB 老牌監製何小慧更加係 TVB 嘅元老級人物，佢參與製作咗好多經典嘅 TVB 劇集，從劇本策劃到拍攝製作，每一個環節都傾注咗佢嘅心血，為 TVB 嘅輝煌立下咗汗馬功勞。一眾圈內老牌精英歡聚一堂，佢哋中嘅每一個人都係當年 TVB 嘅老熟人。當佢哋圍坐喺一齊，談笑風生之間，滿滿都係一波港圈復古回憶殺。嗰啲曾經嘅經典劇集、精彩節目，好似又浮現喺眼前，令人不禁感嘆時光嘅飛逝，亦都令人回憶起香港影視黃金時代嘅輝煌。講起何守信，對於老一輩嘅港劇、綜藝觀眾嚟講，嗰可就再熟悉不過啦。佢被譽為香港金牌司儀，喺港圈黃金年代佔據住舉足輕重嘅地位。1972年，何守信簽約 TVB 正式出道，從此開啟咗佢輝煌嘅演藝生涯。佢常駐經典長壽節目《歡樂今宵》，擔任主持一職。呢檔節目可係 TVB 嘅王牌節目，陪伴住無數觀眾度過咗無數個歡樂嘅夜晚。何守信喺節目中憑住佢幽默風趣嘅主持風格、親切自然嘅形象，深受觀眾嘅喜愛。佢喺節目中嘅每一個表情、每一句話，都能夠引得觀眾捧腹大笑或者感動落淚。佢喺《歡樂今宵》深耕節目主持領域長達15年，呢15年裏，佢見證咗節目嘅成長同變遷，亦都用自己嘅才華同努力為節目增添咗無數嘅光彩。從1973年開始，何守信連續15年坐鎮香港小姐競選總決賽司儀。香港小姐競選，嗰可係香港娛樂圈嘅一場盛事，每年都吸引住無數人嘅目光。何守信作為總決賽司儀，無疑係呢場盛事嘅重要見證者同推動者。佢站喺舞台上，氣場十足，用佢嗰副有感染力嘅聲音，引導住整個競選嘅流程。佢能夠巧妙咁化解選手哋嘅緊張情緒，令佢哋喺舞台上展現出最自信、最美麗嘅一面。佢嘅主持風格既莊重又唔失活潑，既能夠把握住整個競選嘅節奏，
又能夠營造出輕鬆愉快嘅氛圍。佢就好似一顆璀璨嘅星星，照亮咗香港小姐競選嘅舞台，成為咗無可替代嘅時代符號。巔峰時期嘅何守信更加係主持界嘅佼佼者。佢搭檔沈殿霞主持 TVB 台慶，嗰場面可謂係熱鬧非凡。沈殿霞憑住佢肥肥嘅形象同幽默風趣嘅性格，深受觀眾喜愛。而何守信則憑住佢沉穩大氣、控場能力超強嘅特點，同沈殿霞相得益彰。兩人在舞台上配合默契，一個搞笑逗趣，一個把控全局，為觀眾帶嚟咗一場又一場精彩絕倫嘅演出。除咗 TVB 台慶，佢仲 hold 住各大型晚會盛典。無論係重要嘅慈善活動，定係行業內嘅頒獎典禮，只要有何守信喺，現場嘅氛圍總是熱烈而有序。佢能夠根據唔同嘅場合同主題，調整自己嘅主持風格，令每一個活動都充滿特色同亮點。佢嘅主持功底紮實，無論係語言表達定係肢體動作，都恰到好處，令人挑唔出一絲毛病。然而，時光匆匆，2018年，何守信正式官宣退休，遠赴加拿大定居。喺加拿大嘅日子裏，佢日常低調隱居，極少公開露面，漸漸淡出咗大眾視野。佢好似從繁華嘅娛樂圈中抽離出嚟，過上咗平靜而安逸嘅生活。佢享受住加拿大嘅自然風光，同家人朋友相伴，遠離咗娛樂圈嘅喧囂同紛擾。退休後嘅何守信行事向來低調，每次返港都唔願大肆張揚。此前，佢受邀回歸港台節目《開心日報》最後一期錄製，就曾經喺鏡頭前直言唔滿。原來好友私下聚會合照被藝人林建明公開上傳網絡，直接曝光咗佢低調回港嘅行程。對於一向喜歡安靜、唔喜高調露面嘅何守信嚟講，無疑係一種打擾。佢喺鏡頭前坦言，私下返港只為同舊友小聚，日常唔喜高調露面，冇諗到行蹤被隨意分享。言語間滿滿都係無奈，亦都足以睇出佢晚年偏愛安靜、唔喜被打擾嘅生活態度。佢就好似一位隱居嘅智者，只想喺自己嘅小世界裏面，同親朋好友享受嗰份寧靜同溫馨。早已定居加拿大嘅何守信，近年鮮少公開亮相，此次突然低調回港，頻頻參加老友飯局，佢嘅狀態瞬間引爆咗網友討論。已經85歲嘅何守信，一頭標誌性銀捲髮格外吸睛。呢頭銀髮唔單止冇令佢顯得蒼老，反而增添咗一份獨特嘅魅力。雖然年事已高，但佢嘅精神狀態極佳，身形挺拔，神采奕奕，自帶成熟儒雅嘅淑男魅力。佢行喺街頭，依然能夠吸引住唔少人嘅目光，嗰氣質好似從歲月中沉澱出嚟嘅美酒，越品越香。褪去年輕時嘅鋒芒，何守信多咗歲月沉澱嘅溫潤氣場。佢嘅舉手投足依舊保留住老牌藝人嘅優雅氣質，完全睇唔出真實年紀。早前陳淑蘭晒出嘅聚會合照裏面，二人同腔氛圍感拉滿。陳淑蘭作為昔日工作搭檔，見到前輩格外開心。佢全程貼身緊挨何守信合影，笑容燦爛，嗰親密嘅互動好似令人翻到咗佢哋曾經一齊工作嘅美好時光。一眾舊同事圍坐合照，大家追憶住共事歲月，臉上洋溢住溫馨又懷舊嘅笑容。嗰啲曾經嘅歡笑與眼淚，奮鬥與拼搏，都成為咗佢哋心中最珍貴嘅回憶。事業上一路順遂嘅何守信，感情生活卻一直係大眾熱議嘅焦點。佢嘅第一段婚姻同港圈美女歐嘉惠結合，歐嘉惠喺當時可係備受矚目嘅女星，佢有着美麗嘅外貌同出色嘅演技。然而，呢段婚姻僅僅維持咗2年便走向破裂，其中嘅原因或許只有佢哋自己最清楚。而後，何守信同汪明荃嘅相戀最為經典，佢哋被稱作港圈初代金童玉女。
汪明荃喺娛樂圈有住極高嘅地位，佢唔單止演技精湛，喺歌唱方面都有住出色嘅表現。何守信同汪明荃喺一齊時，兩人郎才女貌，十分般配，佢哋嘅戀情亦都受到咗無數粉絲嘅祝福。然而，遺憾嘅係呢段看似美好嘅戀情，最終都係以分手告終，令好多人為之惋惜。除此之外，何守信仲曾經同溫柳媚、景黛音等多位女星傳出戀情。佢嘅感情生活豐富多彩，但亦都因此一度深陷花心爭議。佢嘅前任甚至直言佢感情隨性，處事模棱兩可，令佢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咗影響。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嘅地方，何守信嘅感情之路可謂係一波三折，充滿住坎坷同爭議。半生情海浮沉，兜兜轉轉之後，何守信終於收斂心性。1996年，佢同歌手陳麗斯結婚，二人相互陪伴扶持。陳麗斯係一位溫柔善良嘅女性，佢理解何守信嘅過去，亦都珍惜同佢嘅現在。佢哋喺生活中相互照顧，喺事業上都相互支持。如今，何守信遠離娛樂圈紛爭，定居加拿大，過着平淡低調嘅退休生活。佢徹底告別咗過往嘅風流過往，同陳麗斯一齊安穩安享晚年。喺加拿大嘅家中，佢哋或許會一齊漫步喺街頭，享受住悠閒嘅時光；或許會一齊坐喺院子裏面，回憶住過去嘅點點滴滴。呢種平淡而幸福嘅生活，對於何守信嚟講，或許就係佢一直追求嘅。不得不說，呢批港圈老牌藝人同行業大佬齊聚，就好似一場時光嘅盛宴，令人想起香港影視樂壇嘅黃金歲月。喺嗰個年代，香港影視樂壇蓬勃發展，湧現出咗無數優秀嘅作品同藝人。嗰啲經典嘅劇集、動聽嘅歌曲，陪伴住一代又一代人嘅成長，成為咗一代人心中永恆嘅青春回憶。時隔多年，老友重聚，佢哋圍坐喺一齊，談笑風生，回憶住過去嘅點點滴滴。呢唔單止係簡單嘅聚會，更加係一種情懷嘅寄託，係對嗰個輝煌時代嘅致敬。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部部精彩嘅電影，喺人們嘅心中不斷放映，令人永遠銘記香港影視樂壇嘅黃金歲月。